中國第4艘航母會試核動力嗎？衛星圖，國防部專家說法，一次拆給你聽。開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 叔。最近軍事圈最火的話題，中國第4艘航母會不會試核動力？有媒體說衛星拍到反應堆艙，有專家說技術還沒成熟。國防部則越不掌握具體情況，聽起來很亂對吧？今天我們用3分鐘，把官方說法、衛星證據、技術邏輯3個層次拆開來看，睇下點樣理性判斷，唔好被標題帶住走。第一部分，先釐清3件事，45秒。第一件事，國防部怎麼越？2026年1月29日，國防部發言人蔣斌大校回應記者提問：我不了解你說的具體問題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我們始終根據國家安全和裝備技術發展需要推進航母建設。一句話解讀：不否認、不確認、不評論，這是涉及重大裝備的標準回應，不代表沒有，也不代表一定有。第二件事，衛星圖拍到什麼？2026年2月，商業衛星拍攝到大連造船廠在建艦體，分析顯示，艦體核心區域有2個裝甲反應堆艙結構，存在類似核反應堆安全殼的設計特徵。一句話解讀：物理線索支持核動力假設，但衛星圖不能100%確認內部裝備，仍需後續驗證。第三件事，技術上可不可行？福建艦003型已驗證電磁彈射加傳電推進，電力系統接近核動力水準。中國已有核潛艇反應堆技術，但航母反應堆功率要求高10倍以上，小型化安全性是關鍵挑戰。一句話解讀：技術有基礎，但工程化需要時間，不是能不能，而是穩不穩。第二部分，4個關鍵邏輯，幫你理性判斷。90秒。邏輯1：核動力不是炫技，是戰略需求。常規動力航母需定期補給燃油，限制遠洋持續作戰能力。核動力可實現無限續航，更適合遠洋部署快速反應。若中國要保護海外利益，參與全球治理，核動力是能力升級而非面子工程。一句話，要不要核動力，取決於用在哪，不是能不能做。邏輯2：進度不等於服役。即使004型2026年下水，讀還需係博試驗1到2年，海試驗證2到3年，形成戰鬥力再加1到2年，真正服役可能要到2030年前後。一句話，別用下水時間判斷實戰時間。航母是系統工程，不是手機發售。邏輯3：核動力只是其中一環，就算確認核動力，還要看艦載機聯隊殲35空警600能否形成體系作戰。電磁彈射可靠性，福建艦已驗證，但大規模部署仍需時間。後勤保障體系、核動力航母的維護、人員培訓、基地配套能否跟上？一句話，航母是系統中的系統，動力只是其中一塊拼圖。邏輯4：外界猜測與官方節奏的差異。外媒熱衷於核動力12萬噸，超越福特級等標籤，但中國航母發展一貫風格，穩中求進，小步快跑，驗證一代，儲備一代。一句話，別讓標題黨干擾你對發展節奏的判斷。第三部分，對我們有什麼啟發？45秒。如果你是軍事愛好者，關注技術驗證節點而非猜測性標題。電磁彈射故障率、艦載機起降頻次、反應堆小型化進展，理解戰略意圖比線參數對比更重要。航母是為保護航線，還是為遠洋存在？如果你是投資人、創業者，航母產業鏈涉及高端製造、新材料、AI 導航、核能技術，關注軍民融合的商業機會，但記住，國防裝備期長，門檻高，別用消費電子邏輯判斷軍工投資。如果你是一般民眾，理性看待航母新聞，
分清官方確認、衛星推測、媒體解讀三個層次，理解國防建設的本質，不是受肌肉，而是保護普通人能安心生活、自由出行。第四部分，三個清醒認知，30秒。一、核動力不等於立刻領先，技術突破需要時間驗證。福建艦的電磁彈射也是從2故障率磨到0.12%下，穩比快更重要。二、衛星圖不等於最終配置，商業衛星能拍到艦體結構，但反應堆型號、電力系統、武器配置仍是機密，別用看得見推斷全知道。三個人行動的切入點，與其糾結是不是核動力，不如思考在技術快速迭代的時代，如何培養自己的系統思維加風險判斷能力。結尾 Call to Action 30秒。Will 叔的小總結：世界不是因為技術不夠而停滯，而是因為對結果負責而選擇穩健。下次看到某某裝備創紀錄的新聞時，不妨問自己3個問題：一、這是官方確認還是外界推測？二、關鍵技術的成熟度真的支援下一步嗎？三、這個資訊對我的認知、投資、職涯規劃有什麼可借鏡的思維方法？理性討論才有深度，看清節奏才能同行。片尾，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，歡迎訂閱頻道，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，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但記得不情緒化，不盲從，有交流才有收穫。得閒飲茶，我是 Will 叔，我們下次見。影片資訊卡，關鍵事實，來源：國防部發布，商業衛星分析，權威媒體。國防部回應：根據國家安全和裝備技術發展，需要推進航母建設。衛星圖像：2026年2月，大連造船廠艦體顯示反應堆艙結構。福建艦進展，電磁彈射故障率從2%降至0%，1%以下。殲 15T 夜間起降成功率達95%。重要提醒：核動力假設需待官方確認，衛星圖不能100%驗證內部裝備。航母從下水到服役需5到8年，別用節點時間判斷實戰能力。國防裝備發展講究驗證一代，儲備一代，穩中求進是中國風格。行動建議：認知。分清官方確認、衛星推測、媒體解讀3個信息層次；思維關注系統能力，而非單參數對比；行動培養技術節奏感加風險判斷力，不被標題帶節奏。